你有冇睇過李連杰最近嘅相？真係令人難以置信。昔日嗰個橫掃華語影壇、身手敏捷嘅功夫皇帝，如今60出頭，竟然已經彎腰駝背，雙眼突出，滿頭白髮，望落去就好似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咁。如果冇人同你講，你根本唔會信。眼前呢個老人家就係嗰個曾經叱咤風雲嘅一代巨星。關於佢重病纏身嘅傳聞，更係時不時就登上各大搜尋引擎嘅榜首，惹嚟無數人嘅嘆息同猜測。其實早喺佢啱啱出道嗰陣時，就已經有一位世外高人算準咗佢呢一生嘅結局同埋禍福得失。呢位高人係一個嚟自貴州山村嘅趙阿姨。呢個人目不識丁，連字都唔識多隻，但係偏偏就開咗天眼。聽講佢能夠睇清一個人嘅前世今生，甚至曾經親手幫過佢脫離死亡嘅危機。早喺佢25歲嗰年，趙阿姨就已經一語道破咗佢一生嘅福禍。當時趙阿姨同佢講：你呢一生嘅財富我已經睇見啦，你嘅婚姻我都睇見啦，但係有一樣嘢係你自己種落去嘅，我攔唔住。當時嘅佢根本冇諗過呢幾句睇落輕描淡寫嘅說話，日後竟然會成為佢呢一生人當中最沉重、最無法擺脫嘅一個預言。呢位趙阿姨喺佢嘅命盤入面，到底窺探到咩天機呢？佢到底種落咗咩因，要承受今日嘅果？點解佢注定一生無子？佢到底做錯咗啲咩，令到一代功夫巨星至今依然被無數人指指點點？我研究易經、命理、哲學大半世人，睇過無數人嘅起起落落。今日我哋就用易經嘅角度，同大家一齊睇清楚呢個人嘅一生究竟說明咗一個點樣驚人嘅因果定律。想當年少林寺呢套戲上映之後，佢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但係生活喺嗰個年代嘅中國大陸，你紅咗絕對唔等於你自由咗。國家將佢困喺體制入面，佢喺銀幕上係一個無所不能嘅大英雄。但係一落咗片場，佢嘅片酬依然係每日3蚊人民幣。佢眼白白睇住香港嗰啲同行一連拍4、5部戲，隨便一個跑龍套嘅都有幾萬蚊港幣落袋。嗰個年代嘅成龍拍一部戲已經收緊800萬。而佢呢，人氣再旺，票房再高，依然係每日3蚊人民幣，人工從來都冇加過。但係拍戲受嘅傷，佢從來都冇少過。跳河、摔跤、真刀真槍咁打，全身上下嘅傷痕數都數唔清。呢啲肉體上嘅痛楚，佢咬實牙關撐得過去，但真正令佢撐唔過去嘅，係嗰種被體制困死、被剝奪心血嘅無力感同絕望。禍不單行，去到1988年，佢拍攝新戲《中華英雄》，拍攝期間佢唔小心跌斷咗鼻梁，但依然死忍難忍，咬實牙關打完每一個鏡頭。可惜最終電影票房慘淡收場，佢仲因為過勞同壓力病倒咗，每日腹痛難忍，痛到點床點席。一開始佢以為只係拍戲太辛苦，抖下撐一撐就會過。點知病情一日比一日嚴重，北京最頂尖嘅中醫睇過，西醫又睇過，能夠救得到嘅名醫專家全部請晒返嚟，但係偏偏就冇一個人得出真正嘅病因。藥食完一劑又一劑，完全冇起色。佢開始覺得自己可能真係過唔到呢一關啦，命仔隨時凍過水。就喺佢最絕望、最無助嘅時候，一個朋友嚟探佢，輕描淡寫咁講咗一句說話，話識得一位高人，不如去試下啦。嗰個人就係叫趙群鶴，當地人尊稱佢為趙阿姨，話佢開咗天眼，專醫疑難雜症。佢當時半信半疑，但喺絕路之下，唯有死馬當活馬醫，硬住頭皮去見一見。據佢後來回憶講，當時趙阿姨只係望咗佢一眼，冇問診，冇把脈，直接就開口講：你身上有一啖淤血壓住咗你嘅命脈，趴喺度啦。佢當堂呆咗。北京所有嘅權威
醫生問完又問，查完又查，都冇一個人講得出佢到底邊度出咗問題。但係呢個女人一入門口，第一眼就直接講中咗。趙阿姨喺佢背脊上面按咗幾下，佢突然之間扣喉咁嘔咗大量淤血出嚟，然後成個人直起身，奇蹟發生啦！身體竟然唔痛啦！佢轉個頭望住趙阿姨，驚訝到一句說話都講唔出。趙阿姨只係擺擺手，話唔使多謝，然後靜靜咁留低咗一句說話：你呢一生嘅路仲有排走，但係有啲彎你係兜唔過嘅，只能夠硬住頭皮行過去。佢當時唔明白呢句說話背後隱藏住咩玄機，但係佢將呢句說話深深咁印咗喺腦海入面。從嗰日開始，佢就認咗趙阿姨做契媽。多年後，佢喺官方電視台嘅一個藝術人生節目入面，親口講出咗趙阿姨呢個不可思議嘅故事。節目出街之後，引起咗軒然大波。上集播完，下集就即刻被官方緊急叫停，至今都冇再見過天日。能夠令到官方電視台叫停一個節目，你話呢個趙阿姨仲會係一個普通人咩？病好返之後，佢開始南下香港發展，電影合約一份接一份咁飛埋嚟。面對五光十色嘅娛樂圈，佢唔知應該揀邊條路好。每一個邀請睇落都似係一條康莊大道，但佢心入面始終冇底。於是佢再一次去趙阿姨指點迷津。趙阿姨叫佢攞張紙出嚟，將所有過佢嘅導演同電影公司個名全部寫晒上去。佢將嗰啲名一個一個寫低，每一個喺香港影壇都係呼風喚雨、舉足輕重嘅大人物。據佢回憶，趙阿姨低頭望咗望張紙，連半秒猶豫都冇，直接喺紙上面圈咗兩個名：嘉禾、徐克。然後佢抬頭好肯定咁講咗一句：嘉禾、徐克4部電影，30歲之前你將會擁有1億身家。佢望住張紙上面嗰兩個紅圈，心入面滿是疑惑，根本冇諗過呢兩個紅圈日後會推佢上整個亞洲影壇嘅最高峰。1991年，命運嘅齒輪果然開始轉動，大導演徐克代表嘉禾電影公司親自指上門。徐克、嘉禾正正就係趙阿姨圈住嗰兩個名，一字不差咁應驗咗。黃飛鴻一開拍，電影上畫嗰一日，整個亞洲都為之沸騰，萬人空巷。自此之後，賣座嘅電影一部接一部咁上，佢嘅片酬由當初嘅每日3蚊人民幣暴升到後來嘅每部幾千萬港幣。30歲之前，佢果然真係擁有咗1億身家。但係就喺佢事業最風光、最如日中天嗰幾年，有一個人因為簽咗佢而付出咗生命嘅代價。嗰陣時香港演藝圈流傳住一句說話：邊個簽到佢，邊個就等於得到咗一棵搖錢樹。各路電影公司甚至黑白兩道嘅勢力都對佢虎視眈眈，想簽佢拍戲大賺一筆。最後一個叫蔡子明嘅猛人成功簽咗佢。1992年4月16日朝早，蔡子明行出電梯，距離自己公司門口只係爭幾步路嘅距離。突然之間，兩下震耳欲聾嘅槍聲響起，蔡子明中槍倒地，雙手緊握成拳頭，身後嘅鮮血一點一點咁慢慢滲出嚟。10分鐘之後，警方趕到現場，證實當場死亡。佢得知呢個噩耗嗰一刻，成個人嚇到呆晒，腦海一片空白。佢即刻向警方申請24小時保護，連屋企都唔敢返，每日都有9個配槍警察貼身跟隨。佢後來好無奈咁講咗一句：佢哋要嘅係啲蛋，而我只係嗰隻生蛋嘅雞，佢哋唔會搞我嘅。呢句說話佢講得好平靜，但係平靜背後隱藏住幾多恐懼同無奈。30幾年過去啦，當年嘅兇手至今依然逍遙法外，成為香港一大懸案。不過趙阿姨嘅預言其實仲未講完，佢話過佢有啲彎係兜唔過嘅，只能夠行過去。而呢啲彎，第一個就應驗喺一個女人身上。當年拍少林寺嗰陣，佢喺片場受咗重傷，斷手斷腳，瞓喺病床上面，甚至唔知自己以後仲有冇機會企得返起身。嗰段灰暗嘅日子入面，有一個人每日都會推開病房度門，
行埋佢身邊照顧佢。嗰個人叫黃秋燕，係佢嘅同門師姐。佢傷得最重嗰陣，黃秋燕每日幫佢抹身、餵飯、換藥，無微不至，從來都冇問過半點回報。我哋老一輩廣東人有一句説話叫做糟糠之妻，意思就係陪你捱過最艱難嘅日子，喺你一無所有、最折墮嗰陣，從來都冇嫌棄過你，冇諗過要離開你嘅人。呢份情義絕對唔係用錢可以衡量嘅。但係佢後來親口承認，當年佢娶黃秋燕並唔單止係因為感動同情義，背後其實仲隱藏住一個秘密。原來趙阿姨曾經同佢講過咁樣嘅一番話：你身邊嗰個師姐黃秋燕，佢面上旺夫，你依家事業啱啱起步，早啲結婚對你嘅運勢大有幫助。佢聽完之後，再諗返起趙阿姨神機妙算，幫佢揀中徐克同嘉禾嗰一幕，佢對趙阿姨嘅說話深信不疑。結果佢真係娶咗黃秋燕。當時冇擺酒，冇行禮，冇鑽戒，只係草草咁註冊登記，連對外公開已婚都冇做到。黃秋燕滿心以為呢個係真愛，以為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但佢唔知嘅，對方心入面其實一直裝住趙阿姨嗰句算命嘅說話，將婚姻當成咗改變運勢嘅工具。1988年，佢決定放低國內嘅一切，去美國闖天下。黃秋燕挺住個7個月大嘅巨肚，二話不說就幫手執好行李，跟住佢漂洋過海，離鄉別井。為咗呢個男人，黃秋燕放棄咗自己原本大好嘅演藝事業，推晒所有係佢拍戲嘅機會，一心一意做佢背後嘅女人。但係去到美國嘅日子比想象中艱難得多。佢哋住喺洛杉磯一間屈質嘅細公寓入面，佢四處碰壁，唔到出路，事業陷入低谷。面對困境，黃秋燕從來冇發過一句怨言，默默咁持家。民間有句老說話：發妻不可棄，棄之則福壽散。一個願意陪你捱苦嘅女人，你嘅命盤早就同佢緊緊相連，福禍與共。但係佢心入面一直仲藏住另一個更加驚心動魄嘅秘密，就係當年趙阿姨同佢講嘅後半句說話。趙阿姨話：你呢段婚姻注定只有3年壽命，3年之後你會遇到一個女人，佢皮膚好白，唔係外國人，嗰個人先至係你命中注定真正嘅另一半。佢當時聽完當堂愣住，急急腳問咗一句：咁我可唔可以跳過第一段婚姻，直接等嗰個人出現？趙阿姨搖搖頭，嘆咗口氣，避唔到，呢個係你命中注定要行嘅路，避唔開，兜唔過，只能夠硬住頭皮行過去。佢沉默咗，佢最終娶咗黃秋燕。但當時嘅黃秋燕被蒙在鼓裏，完全唔知道呢段殘酷嘅對話，更加唔知道自己傾盡所有去維繫嘅婚姻，原來早就被上天劃下咗3年嘅死線。1989年，佢由美國返香港拍《龍在天涯》，就喺呢部戲嘅片場，命運嘅軌跡終於交匯。佢遇見咗一個女人，佢就係嚟自亞洲小姐冠軍、香港影壇數一數二嘅大美人，皮膚白皙，充滿東方美，唔係外國人。趙阿姨口中嗰個真命天女果然如期出現咗。佢後來回憶起呢一幕，講咗一句極之痴狂嘅說話：我見到佢嘅第一眼，覺得全身血管入面嘅血都喺度滾燙。我之前從來冇感受過呢種澎湃嘅感覺。我可以為佢死，可以連名都唔要，連利都唔要，甚至可以斷送所謂嘅一切大好前程，只要可以同佢喺埋一齊。嗰個時候，黃秋燕啱啱喺美國為佢生下咗第2個女。佢企喺香港嘅片場，為咗另一個女人血脈沸騰，意亂情迷。而黃秋燕就喺洛杉磯嘅小公寓入面，孤零零咁抱住啱啱出世嘅蘇蝦仔，日盼夜盼等佢返屋企。兩個截然不同嘅世界同時並存，極其諷刺。1991年，3年之期已滿，佢同黃秋燕正式離婚。為咗減輕心入面嘅愧疚，佢將名下所有嘅財產全部留晒俾黃秋燕
洛杉磯嘅屋、北京嘅物業、名車，通通留低，自己真係一毫子都冇帶走，就淨身出戶。兩個女嘅撫養費同教育費，佢每個月都準時過數，從來冇拖欠過。按理嚟講，以世俗嘅眼光，佢已經做盡咗一個男人離婚後應該做嘅本分，甚至算得上係仁至義盡。但係黃秋燕一個人流落異鄉，英文又唔識多句，冇工作經驗，冇穩定收入，即使有間屋，但高昂嘅按揭佢根本供唔起，最終間屋被銀行無情收回。喺最窮困潦倒嘅時候，佢堂堂一個女明星，竟然要屈居喺一個阿婆間屋嘅潮濕地下室入面。錢佢的確係俾咗，但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係幾多錢都買唔返嚟嘅，青春、信任、家庭嘅溫暖，呢啲傷痕永遠無法用金錢撫平。佛家有句偈語講得好透徹：菩薩為因，眾生為果。菩薩有智慧，知道種下咩因就會得咩果，所以做任何事之前都會三思，深怕種下惡因。而眾生愚痴，往往只係在乎眼前嘅利益，到惡果現前，要承受苦楚嗰陣，先識得驚，先識得後悔。佢一早知道呢段婚姻只有3年，佢清楚知道個果係乜，但佢為咗自己嘅事業運，依然將嗰個傷害人嘅因種咗落去。離婚後嘅黃秋燕喺美國實在撐唔住，無奈之下唯有將2個女送返北京，交俾佢嘅阿媽照顧。嗰幾年佢忙住喺外面拍戲毀真銀，一年最多只係返北京1、2次。學校嘅家長會永遠都係由叔叔姑姑代為出席。2個女，大女叫李詩，細女叫李胎蜜，就喺缺乏父母疼愛嘅環境下，跟住嫲嫲相依為命咁長大。去到1999年，佢高調迎娶嚟自當年香港傳媒鋪天蓋地咁大肆報導，形容嗰場係世紀童話婚禮，長長嘅紅地毯，閃爍嘅鑽石皇冠，衣香鬢影嘅賓客，極盡奢華。嗰一年，大女李詩先得11歲，佢並唔係由親生老豆口中得知呢件喜事，而係喺電視機熒光幕上面睇新聞先知道。佢孤單單一個坐喺嫲嫲屋企個舊客廳入面，眼定定望住電視入面嘅老豆，對住全香港嘅鏡頭，深情咁講：我見到利智嘅第一眼就認定佢係我嘅一生，我願意為佢付出生命。嗰一刻，年僅11歲嘅李詩終於明白，原來唔係自己唔夠乖唔夠聽，話老豆先唔返屋企，而係老豆已經將全部嘅愛俾咗另外一個女人。就喺同一年，利智宣布有咗 BB， 佢為咗可以全天候陪伴懷孕嘅嬌妻，竟然一口拒絕咗國際大導演李安嘅邀請。嗰部被推掉嘅電影就係後來揚威奧斯卡轟動全世界嘅《臥虎藏龍》。事後有人問佢覺唔覺得可惜，佢好堅定咁答：從來冇後悔過，因為能夠陪喺利智身邊見證生命嘅誕生，比攞任何國際大獎都重要得多。利智個女出世嗰日，醫院走廊上面有專程請嚟嘅喇嘛喺度誦經祈福，藏香嘅煙霧裊裊升起，海螺號嘅聲音響徹走廊。個女一出世就擁有咗全世界最頂級嘅祝福同寵愛，但係命運嘅對比往往係最殘酷嘅。2000年，佢嘅阿媽與世長辭。對於李詩嚟講，呢個世界上最痛錫佢、最親嘅嫲嫲永遠離開咗佢。當年李詩得12歲，由3歲開始，嫲嫲就係佢生命嘅全部依靠。老豆長期唔喺身邊，親生阿媽又喺美國自顧不暇。喪禮嗰一日，靈堂入面充滿住哀傷嘅氣氛。李詩企喺嫲嫲嘅遺照前，喊到肝腸寸斷，甚至幾度隨魂過去。身邊嘅細妹李胎蜜亦都跟住嚎啕大哭。2個未成年嘅女仔喺嗰個連大人都靠唔住嘅崩潰世界入面，只能夠攬住對方互相取暖。而最諷刺嘅係，嗰一日佢哋嘅親生老豆竟然
冇出現喺喪禮之上。3年之後，利智再生下咗第2個女，計埋之前嗰2個，呢個已經係佢嘅第4個女。4個女，2段婚姻，偏偏就係生唔出一個仔。咁點解佢注定今生無子呢？大家有冇發現娛樂圈入面一個好詭異嘅規律？香港叱咤風雲嘅4大天王劉德華、張學友、黎明、郭富城，佢哋企喺整個華語娛樂圈嘅權力同名氣最頂峰，受盡萬千寵愛。但係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4個都冇生仔，全部都係生女。易經入面有云：太極必否，物極必反。天道係好公平嘅。當一個人企到人生最高最盡嘅位置，得到咗世間最極致嘅名譽嚟，佢嘅命盤入面就必然會有一個地方係吉咗出嚟，用嚟平衡天道嘅法則。上天俾咗你最圓滿最輝煌嘅成就，就必定會喺某個你最在意嘅地方留低一個永遠填滿嘅缺口。4大天王得到咗成個亞洲嘅熱烈掌聲，得到咗幾代人嘅瘋狂愛戴，得到咗普通人窮盡10世人都追唔上嘅滔天財富。而佢哋命中嗰個缺口就係男丁，就係香火。呢個係第一個命理規律，企得越高，個缺口就挖得越深。當然凡事冇絕對，呢個只係命運嘅其中一個誘因。但係仲有第2個規律，同樣殘酷得令人心寒。大家仲記唔記得鄭少秋當年風流倜儻嘅秋官楚留香，嗰個迷倒整個華人世界無數女人嘅靚仔小生，已故嘅肥姐沈殿霞，為咗佢甘願放棄自己如日中天嘅主持事業，用盡自己一生嘅人脈同力氣去捧紅佢，愛到骨子裏。結果呢，鄭少秋紅咗之後，愛上咗另一個女人，狠心拋棄咗陪佢走過低谷嘅糟糠之妻。鄭少秋呢一生經歷咗3段婚姻，生咗4個女，同樣係一個仔都冇。民間智慧早有定論，糟糠之妻不可棄。一個男人如果為咗貪新忘舊，狠心拋棄陪自己食過苦嘅髮妻，佢嘅命盤入面往往就會喺香火傳承上留低一個深深嘅烙印。呢個就係第2個命運嘅誘因。而呢2個致命嘅命運誘因竟然同時應驗咗喺佢身上。2段婚姻前後4次嘗試，老天爺賜俾佢4個如花似玉嘅千金，但偏偏就係一滴男丁嘅血脈都唔肯俾佢。喺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嘅傳統觀念入面，一個男人最大嘅心願往往就係可以令阿媽抱到男孫，等家族嘅香火可以世世代代延續落去。佢2歲就冇咗老豆，全靠阿媽一個人含辛茹苦節衣縮食咁將佢哋5兄弟姊妹拉扯大。嗰個年代嘅生活到底有幾苦有幾艱難，外人根本無法想象。所以佢由細到大就立下重誓，等佢第日出人頭地，一定要令阿媽過上最好嘅生活，一定要生個白白胖胖嘅男孫俾阿媽抱。結果佢憑住拳頭打出咗半壁江山，做到了前半個承諾，但後半個承諾老天爺就係死都唔肯成全佢。有一次佢個細女笑笑口咁同佢講：爹哋，你失敗咗4次，嗰個係你嘅問題，唔關你老婆事狗。佢聽完之後哈哈大笑，但係嗰陣笑聲背後到底隱藏住幾多心酸，幾多無奈，幾多對命運嘅妥協，就只有佢自己先知。你話呢啲到底係上天嘅捉弄，定係冥冥中早有注定嘅因果？佢因為一時嘅執念，為咗追求傾國傾城嘅美人，而絕情咁放棄咗恩重如山嘅前妻。但係一個人要真正覺悟，真正放低心入面嘅執念，往往需要死神親自上門拍一次門，喺生死邊緣行過一轉，先至能夠大徹大悟，諗得通呢一生到底咩先係最重要。而呢一次死神嘅探訪嚟得比想象中快，亦都猛烈得多。2004年嘅聖誕節，佢原本計劃好帶埋一家大細去泰國布吉島度過一個溫馨嘅假期，但臨出發前
行程突然有變，改咗去馬爾代夫。12月26日朝早，陽光普照，佢帶住利智同2個寶貝女漫步走向沙灘。當時大女得4歲，細女仲係得1歲手抱，身邊仲跟住個工人姐姐幫手照顧。嗰幾年，佢覺得人生一切都上晒軌道，事業順風順水，家庭美滿幸福，簡直係人生勝利組。突然之間，佢留意到海面嘅情況有啲唔妥，身邊擺放嘅沙灘台凳無端端被一股暗湧嘅水流打翻晒。佢仲未嚟得及反應到底發生咩事，洶湧嘅海水已經瞬間漲到上佢嘅膝頭哥。一開始佢仲以為只係普通嘅大漲潮，點知海水水位上升得極其恐怖，幾秒鐘之間已經浸到上腰。佢意識到大難臨頭，大叫一聲，開始搏命跑。但海水轉眼已經浸過佢個胸口，水流嘅阻力太大，佢根本跑唔喐。喺千鈞一髮之際，佢見到前面有一條大柱，於是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死命攬實條柱，任由身邊狂暴嘅海水急湧，各種隨水漂流嘅重型家私木板一次又一次咁猛烈撞擊佢對腳，痛到入心入肺。但佢死咬住牙關，打死都唔肯鬆手。佢一隻手抱實大女，同時聲嘶力竭咁對住工人姐姐大叫，叫佢一定要抱緊個細女。話口未完，一個幾層樓高嘅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勢打埋嚟，工人姐姐同個細女瞬間被巨浪沖走咗6-7米遠。喺狂濤駭浪之中，再浮再沉就喺佢眼前發生，但佢根本鞭長莫及，乜都做唔到。嗰刻佢只能夠眼白白望住自己1歲大嘅親生骨肉慢慢消失喺混濁嘅漩渦之中，嗰種絕望同心碎筆墨難以形容。好彩天無絕人之路，之前有幾個酒店嘅職員一直跟住佢，原本係諗住指機會同呢位功夫巨星影張合照，就喺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頭，佢哋亦都被海水沖到去附近。呢幾個見義勇為嘅職員拼死游過去，夾手夾腳將工人姐姐同個細女拉翻上嚟，總算逃過咗被捲入大海中心葬身魚腹嘅厄運。但危機並未解除，水位仲係到不斷瘋狂上漲，浸到上佢條頸，甚至已經去到嘴邊。佢事後回憶講嗰一刻，佢真係以為自己死梗，喺心入面不斷咁默念觀世音菩薩嘅聖號。佢唔知喺生死邊緣掙扎咗幾耐，仿佛過咗1個世紀咁長。終於下一波嘅海嘯冇再湧過嚟，海水嘅水位慢慢退卻停滯。眾人趁住呢個空檔，艱難咁涉水行返去地勢較高嘅酒店大堂。當佢滿身泥濘、氣喘籲籲咁回頭望向沙灘嗰陣，原本風景如畫、猶如人間仙境嘅度假村，已經變成一片頹垣敗瓦、滿目瘡痍。海嘯發生嗰陣，利智啱啱好冇跟佢哋去海邊，結果雙方喺混亂之中徹底失散，人喺唔到，所有嘅通訊網絡又全面癱瘓。利智一個人喺災區入面，根本唔知自己嘅老公同2個女到底係生定死。酒店大堂入面一片混亂，大型雪櫃被海水由廚房沖到出大堂，梳化反轉晒，周圍都係滿身鮮血、痛苦哀號嘅傷者。每一個幸存者嘅塊面都繃得緊緊嘅，寫滿恐懼，因為冇人知道下一波足以摧毀一切嘅巨浪幾時會再次襲來。當日世界各地嘅新聞已經開始鋪天蓋地咁插播突發消息，報道一代功夫巨星喺南亞大海嘯之中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好彩皇天不負有心人，利智喺一片廢墟之中周圍打聽，最後終於醫得返佢哋。一家人喺劫後餘生中相擁而泣。後來佢哋睇返新聞先至知道，原來嗰個臨出發前突然改去馬爾代夫嘅決定，冥冥中救咗佢哋全家嘅命。嗰年布吉島正正就係海嘯破壞力最強嘅重災區，死傷枕藉。佢哋避開咗最致命嘅風口浪尖，執返條命。事後佢一個人
靜靜咁坐喺滿目瘡痍嘅海灘上面，望住無情嘅大海，坐咗好耐好耐，一句說話都冇講。佢心入面好清楚，水位只要再高多50公分，佢哋一家4口就會命喪黃泉。嗰個曾經喺銀幕上面打遍天下無敵手，令全亞洲男仔都爭住模仿佢背住雙手行路嘅功夫皇帝，喺大自然毀滅性嘅力量面前，原來係咁微不足道，連保護自己最愛嘅人都做唔到。佢開始反覆問自己：我呢一生人到底仲欠缺啲乜嘢？名利女人，佢已經全部擁有過。佢諗起自己喺過去呢幾十年入面見過太多嘅天災人禍，每一次災難發生，大家都會一窩蜂咁捐錢，但係3個月之後熱情冷卻，大家就將件事拋諸腦後，然後繼續冷漠咁等待下一場災難降臨，繼續捐錢，繼續忘記。佢同自己講：我一定要打破呢個虛偽又無力嘅循環。於是喺2007年，佢排除萬難創立咗一基金。佢提出一個好簡單但震撼人心嘅理念：每人每日1蚊錢，聚沙成塔。佢對住鏡頭語重心長咁講：你唔好同我講你連1蚊錢都冇，如果你又唔肯出錢，又唔肯出力，淨係識得匿埋喺電腦後面做鍵盤戰士，鬧嚟鬧去，呢個世界係唔會因為你嘅怨恨而有任何改變嘅。一基金由創立走到今日，已經累積籌得善款超過50億人民幣，實實在在咁幫助咗超過3000萬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嘅受災群眾。而且最難得嘅係，佢哋連續14年喺慈善機構信息公開透明度嘅評估入面攞到滿分嘅驕人成績。趙阿姨當年開天眼，準確預言咗佢嘅財富，預言咗佢嘅2段婚姻，甚至連結婚嘅年份都算得一清二楚。但係有一樣嘢，連趙阿姨都冇預言得到，佢冇算到呢個男人窮盡一生精力賺返嚟嘅金山銀山，去到人生嘅最後階段，竟然1分1毫都唔想留俾自己。又或者趙阿姨其實一早已經睇穿咗，只係天機不可盡露，冇講出嚟啫。但係天道嘅數簿從來都唔會只係計一邊嘅，有功必賞，有債必還。2025年8月，佢因為頸部生咗良性腫瘤，被迫入院接受切除手術，就係嗰個呢幾年被甲狀腺亢進折磨到不似人形，望落去好似80歲阿伯嘅佢。但係做完手術冇幾耐，佢突然喺一段短片入面現身。片入面嘅佢頭髮染到烏黑發亮，精神飽滿，甚至仲跟住音樂嘅節奏喺度跳舞律動，嗰種充滿活力嘅狀態，完全唔似一個啱啱做完大手術而且已經60幾歲嘅老人家。呢個極大嘅反差即刻喺網絡上引起咗網民嘅熱烈議論，議論慢慢發酵，變成咗流言蜚語，謠言再經過有心人嘅推波助瀾，慢慢變成咗好多人信以為真嘅確信。有人信誓旦旦咁講，佢其實係暗中去咗換心臟，仲話佢換嘅係一個20幾歲啱啱因為車禍身亡嘅少林武生嘅心臟，所以先會突然回春。甚至有人無聊到將佢哋2個人行路嘅短片並排擺埋一齊做對比，逐格分析，話你睇下佢哋嘅步伐、身體重心、姿勢，簡直係一模一樣。網絡謠言越傳越離譜，越傳越荒誕。有人話佢去咗瑞士換後生仔嘅血，有人話佢打咗天價嘅神秘幹細胞，甚至有啲極其荒謬嘅講法，話佢靠食小童嚟延年益壽。呢啲荒誕不經嘅謠言，竟然一度登上咗搜尋熱搜榜嘅榜首，成為全城熱話。面對排山倒海嘅流言，去到2025年11月，佢做咗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嘅事。佢喺自己屋企嘅私家泳池邊，面對住鏡頭，二話不說，直接除低上身件衫。佢要讓全世界嘅人清清楚楚咁睇清楚佢嘅心口，胸前嘅皮膚光滑平整，
完全冇任何開胸做心臟移植手術留低嘅疤痕。後來佢接受傳媒專訪，一針見血咁回應：我個心臟又冇病冇痛，做咩無端端要去換心？佢話風一轉，發揮幽默感，咁嘲諷嗰啲造謠者。你哋話我換人類嘅心臟，想像力未免太過貧乏啦。既然要作，點解唔作得誇張啲？話我換咗個華為嘅心臟，再換個小米嘅肝，加多2個 Tesla 嘅腎，咁咪仲巴閉？全場記者聽完都忍唔住大笑。但係佢跟住落嚟講嘅一番話，令到原本鬧哄哄嘅現場瞬間安靜到連跌條針落地下都聽得見。佢收起笑容，語氣沉重咁講：你哋隨口醜，話我用咗一個無辜嘅20幾歲後生冇生個心。你有冇諗過對方嘅父母家人睇到呢啲新聞，心入面會點諗？呢種做法對已經過身嘅逝者極之唔道德、唔尊重。嗰個後生仔都係父母10月懷胎生落嚟嘅骨肉啊！佢講呢番話嗰陣，眼神充滿悲憫，冇半點笑容。認識佢嘅人都好明白，經歷過生死劫難嘅佢，一早已經將世俗嘅名利睇得通通透透，又點會為咗苟延殘喘而去做出傷天害理嘅事？但係要真正深入了解呢個人嘅靈魂，單靠澄清謠言係遠遠唔夠嘅。我哋要將時間線撥返去2008年，即係發生汶川大地震嗰一年。嗰一年佢做咗一個令整個華人演藝圈都為之震驚嘅重大決定。佢公開宣布嗰一年全面息影，暫停所有拍戲工作。你知唔知呢個決定背後意味住放棄幾多嘢？嗰一年佢手頭上已經接咗幾部荷里活同合拍嘅大製作，排晒期等佢開工。以佢當時拍《投名狀》已經可以揾到1億人民幣嘅超高片酬嚟計，佢一個人嘅身價已經係劉德華加埋金城武總片酬嘅3倍以上。但佢為咗救災，將呢幾部戲全部推晒。外界保守估計，佢呢一個息影嘅決定最少令佢見財化水，損失超過1億人民幣。但係佢對呢啲天文數字嘅損失竟然表現得毫不在意，佢只係淡淡然咁拋低咗一句話：今年我嘅工作重點就只有慈善呢2個字，其他一切免談。地震發生之後，佢冇只係企喺安全嘅大後方簽支票，而係親自帶領住一基金嘅義工團隊，冒住餘震嘅危險，押送住大批救災物資，第一時間深入滿目瘡痍嘅災區前線。後來著名記者柴靜去採訪佢，驚訝咁發現呢個原本精力充沛嘅鐵漢，為咗籌集善款同統籌救災嘅事，竟然喺短短日子入面愁到滿頭白髮，憔悴不堪。嗰個曾經喺銀幕上以一敵百打遍天下無敵手嘅男人，依家駝住背坐喺度，眼神透露出難掩嘅疲憊，但依然好堅定咁講：我知道我依家做嘅嘢仲遠遠唔夠，我仲要繼續做落去。一基金由嗰陣時開始種下嘅善因所發揮嘅影響力同籌集嘅善款，一直持續到今日，造福咗無數蒼生。時光飛逝，去到2026年，已經62歲嘅佢，又再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嘅決定。佢宣布以零片酬接拍一部推廣傳統武術嘅武俠短劇。一個身家閒閒地超過20億港幣嘅國際巨星，竟然肯1毫子都唔收去拍戲。有網民喺網上問佢：你咁樣做到底值唔值得啊？佢回答話：我依家最大嘅夢想就係想將真正嘅武術精神傳承俾年輕一代，等佢哋明白咩係武德。至於值唔值得，從來都唔係用錢可以衡量嘅。佢甚至早就立下遺囑，宣布百年歸老之後，會將名下所有嘅財產全數捐出做慈善，1分1毫都唔會留俾自己嘅仔女。但係喺一次深情嘅剖白入面，佢亦都親口承認過：我呢一生人犯咗太多嘅錯，做咗太多唔應該做嘅事。我依家下半生所做嘅一切都係為咗贖罪。佢冇明確講出口嘅，到底係咩錯？各位，
你哋覺得佢呢一生到底欠咗啲乜嘢？趙阿姨當年講過一句說話，有一樣嘢係你自己種落去嘅，我攔唔住。幾十年嘅光陰流逝，嗰樣連神仙都攔唔住嘅嘢，到底係乜？佛家有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這事；欲知來世果，今生做這事。因果報應從來都唔係隨機嘅，佢係一台精密到令人心寒嘅儀器。你當初喺邊個地方種下咩因，佢遲早就會喺嗰個地方連本帶利咁返嚟。佢呢一生親手種下咗幾條極其沉重嘅因果線，最終亦都由幾個不同嘅維度反噬返佢自己。第一條線係佢嘅愛情，當年佢遇見利智，瘋狂到話我願意為佢死，願意連名同利都唔要，願意為佢付出所有嘅一切。佢的確講得出做得到。當年利智因為投資房地產失利，欠下幾千萬港幣嘅天文數字巨債，佢二話不說，即刻同電影公司簽下賣身契，瘋狂接戲，日拍夜拍，將啲血汗錢全部用嚟替紅顏知己還債。後來佢更加將自己累積落嚟嘅20億身家，毫無保留咁全數交俾利智管理。佢自己出街，身上既唔帶銀包，亦唔帶信用卡，30年如一日，金枝如鵪。佢真係用自己嘅血肉之軀換取咗佢心目中至高無上嘅愛情。但係果呢，長年累月嘅過度透支，加上巨大嘅心理壓力，令佢患上咗嚴重嘅甲狀腺亢進。呢個病將佢折磨到60出頭，就已經變成一個彎腰駝背、雙眼微突、滿頭白髮，望落去似80歲阿伯嘅殘廢老人。嗰雙曾經一拳可以擊碎磚牆嘅鐵手，依家只能夠喺公園慢慢打下太極，打45分鐘就已經索晒氣，出一身虛汗。佢坐擁幾百億台幣嘅身家，可以請到全世界最頂尖嘅醫療團隊為佢治病，但係睇咗咁多年，偏偏就係醫唔好。點解？因為佢當年發過誓，用自己嘅身體同前途去換取愛情。天道係公平嘅，既然你求人得人，咁就用你嘅健康嚟還呢筆債啦。呢個並唔係上天嘅懲罰，而係一場公平嘅等價交換。第二條因果線係佢嘅婚姻，佢一早就由趙阿姨口中知道，同黃秋燕嘅第一段婚姻注定只有3年壽命。趙阿姨亦都講明，後面有個皮膚好白嘅真命天女喺度等緊佢。佢當時仲心存僥倖，問大師可唔可以跳過第一段？大師話唔得，係命數。於是佢為咗事業，自私咁娶咗黃秋燕。但佢心底裏好清楚，自己終有一日會離開。但係可憐嘅黃秋燕被蒙在鼓裏，乜都唔知。佢挺住個大肚，離鄉別井，跟佢去美國捱世界，滿心以為呢個男人就係佢嘅一輩子。佢利用黃秋燕嗰份義無反顧嘅糟糠之情，旺咗自己嘅事業，然後喺自己飛黃騰達嗰陣，狠心咁一腳踢開咗對方。嗰呢2段婚姻，4次做人嘅嘗試，老天爺賜俾佢4個女，但偏偏就係唔肯俾一個仔佢。佢呢世人最想滿足阿媽嗰個抱男孫嘅心願，老天爺就係殘酷咁剝奪咗佢用黃秋燕嘅青春換取咗自己事業嘅巔峰。天道就罰佢喺家族香火上面永遠留低一個無法彌補嘅缺陷，要佢用絕後嚟還呢筆感情債。但係最令佢痛心疾首嘅仲有第3條因果線，佢嘅父女情。佢喺銀幕上面係一個完美無瑕嘅大英雄，情惡揚善，救萬民於水火之中。無論係演黃飛鴻、霍元甲定係方世玉，每一個角色都係正氣凜然、頂天立地。但係喺現實生活嘅銀幕之外，佢卻嚴重缺席咗大女同二女最需要父愛嘅成長歲月。嫲嫲離世嗰一日，身為父親嘅佢冇出現喺靈堂保護2個女。大女李絲11歲嗰年，要透過冰冷嘅電視機熒光幕先知道父母已經離婚，自己個老豆要同另一個女人一生一世。佢晚年沉迷佛法，拜訪過無數高僧大德，懂慈悲，懂無常，懂放下，
佢修行咗咁多年，以為自己已經境界高超，徹底開悟，那個呢？有一次佢自己個親生女坐喺佢面前，用極之平靜嘅語氣同佢講：爹哋，你以為自己修行咗咁多年就真係冇晒驕傲咩？其實你骨子裏依然係一個非常自我中心嘅人。呢句說話好似一把尖刀咁直插佢心臟。佢憑住一身功夫征服咗全世界嘅觀眾，但卻征服唔到自己個女親口講出嚟嘅呢一句批評。佢喺電影世界入面救咗無數人嘅性命，但卻永遠救贖唔到兩個女喺童年時期嗰份苦苦等待父愛嘅落寞心情。佢係萬人景仰嘅英雄，但喺嗰個最私密、佢最無力觸及嘅家庭角落，佢只係一個極之唔合格，甚至係失敗嘅父親。呢三條因果線恩怨分明，各有各嘅賬單，功就係功，過就係過，真實無比。佢喺汶川地震嗰一年，毅然推掉至少1億人民幣嘅天價片酬，宣布全面息影，冒住生命危險親自趕赴災區救人。佢為咗搞好慈善事業，籌集善款，愁到滿頭白髮。佢創辦嘅一基金，實實在在咁幫助咗3000萬個處於水深火熱嘅災民。佢甚至立下遺囑，宣布100年歸老之後，所有財產全數攞捐，1分1毫都唔留俾自己嘅骨肉。公係公，業係業，天道嘅算盤從來都唔會將兩者混淆。易經入面嘅觀卦有云：亢龍有悔，意思就係話飛得太高嘅龍，往往只係識得向前進，而唔識得急流勇退，只係識得不斷去爭取、去佔有，而唔識得適時去捨棄。飛到最高點嗰條龍，最容易俾雲霧遮蔽雙眼，忘記咗大地依然喺自己嘅腳下。佢前半生用盡心機同汗水，知道點樣去征服整個世界，爬上權力同財富嘅頂峰，但佢卻要用漫長嘅後半生，用盡一生嘅傷痛同懊悔，先至慢慢學識點樣去守護身邊最近最應該愛嘅人。趙阿姨當年講得好啱，有一樣嘢係你自己種落去嘅，我攔唔住，高人攔唔住嘅，從來都唔係命運嘅安排，而係一個人嘅心魔同選擇。因果定律從來都唔會出面去阻攔你做任何傷天害理或者自私自利嘅選擇，佢只會喺時間成熟嗰陣，將你當年選擇所產生嘅結果一分不少、極度精準咁連本帶利還返俾你。各位請記住，因果從來唔攔你嘅選擇，佢只係把你選擇嘅結果一分不少咁精準地還給你。回顧佢呢一生跌跌撞撞，到底走到咗一個咩境界？易經入面有一個好特別嘅卦，叫做既濟卦。既濟嘅字面意思就係已經成功渡過咗大河，萬事俱備，陰陽調和，各歸其位，睇落去係一個最完美、最圓滿嘅終極狀態。但係充滿辯證智慧嘅易經，偏偏喺既濟卦嘅最後留低咗一句令人背脊發涼嘅爻辭：初吉中亂。意思就係開始嘅時候係吉祥如意嘅，但當你以為行到去終點大功告成嗰陣，反而會係另一個大混亂嘅開始。點解會咁？因為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已經到達咗既濟嘅完美狀態，心態上往往就會鬆懈落嚟，以為自己已經成功渡河，以為一切都已經搞掂，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咁停落嚟享受人生。但係人生嘅長河從來都冇真正嘅既濟。你以為自己已經跨越咗嗰條河，但其實嗰條河依然喺度靜靜咁流淌，隨時會捲起暗湧。佢20歲拍少林寺，一戰成名，紅遍神州。30歲拍黃飛鴻，一代宗師嘅形象征服整個亞洲。40歲進軍荷里活，連國際動作巨星史泰龍都要對佢折腰，奉佢為上賓。佢當年真係企咗喺整個人生嘅既濟之境，意氣風發，
佢以為自己已經成功渡過咗人生所有嘅難關，但係嗰條名為業障嘅河仲喺度等緊佢。嗰條河叫做情債，嗰條河叫做對仔女嘅缺席，嗰條河叫做佢個心入面一直好清楚，但卻因為自私而一直做唔到嘅嗰份承諾。易經係詞傳入面講得好通透，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一個人嘅心口功德絕對唔係靠做一日半日好人就可以種下嘅。同樣道理，一個人嘅業障同惡果亦都唔係一日之內就可以累積而成，佢係由你每一日嘅每一個微小選擇，每一個清晨嘅每一個細微念頭，一點一滴咁疊加累積起嚟嘅。佢當年每一次選擇為咗逃避而唔出席家長會，就係種下一個微小嘅惡因。佢每一次選擇留喺片場，日夜顛倒咁拍戲，而唔係抽時間翻屋企陪下個女，就係種下一個惡因。佢每一次捐大錢喺高深嘅佛法經典入面尋找人生嘅終極答案，卻從來冇踎低身喺自己個女身邊傾聽佢哋真正嘅訴求，亦都係一個惡因。呢啲因單獨拎出嚟睇，冇一個係殺人放火嘅大奸大惡，但正正因為咁，先至係最可怕嘅地方。因為人對於大奸大惡會有警覺心，唔敢輕易越雷池半步。但係呢種細微嘅日常生活中嘅疏忽，呢種我以為自己已經圍頭街遊夠錢，做得夠好嘅自以為是，最容易令人喺不知不覺之間將業障越積越厚，最後積成一座壓死自己嘅大山。各位朋友，聽到呢度，你有冇靜低心嚟諗過你自己呢一生人到底欠咗邊個一句仲未講出口嘅說話？可能唔係咩驚天動地嘅大事，就只係嗰種你一直擺喺心底入面，覺得哎呀遲啲先講啦，以後大把時間嘅說話。但我想同你講，時間係最無情嘅，佢係唔會停低腳步等任何人嘅。佢後來喺一次心情剖白入面講過，我呢一生人犯咗太多嘅錯，做咗太多唔應該做嘅事，我依家要贖罪。佢講呢句說話嗰陣，語氣係出奇地平靜。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曾經心高氣傲嘅功夫皇帝，要親口講出我要贖罪呢4個字，佢到底要經歷過幾多切骨嘅痛楚，行過幾長幾崎嶇嘅心路歷程，先可以將呢4個字講得咁平靜咁釋懷。佢用咗足足20年嘅時間去學佛修行，去四出奔波做慈善，去彌補陪伴屋企人嘅時間，去學習真正嘅放下。佢係用緊自己嘅下半生，一點一點滴水穿石咁，將前半生欠下嘅情債慢慢還返出去。易經有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一個人喺世間上真正嘅成熟同成長，從來都唔係不斷咁做加法，不斷去追求更多嘅財富、更高嘅名譽，而係要學識做加法，減掉心入面嗰份無謂嘅執念，減掉嗰份因為世俗成就而衍生嘅驕傲。最重要嘅係減掉嗰個成日覺得自己乜都識，自己永遠都係啱嘅自以為是。佢用咗整整半世人嘅時間，經歷過生死、病痛、親人嘅疏離，先至慢慢學識將身上嗰啲多餘嘅光環同慾望減掉。雖然佢到依家都仲未能夠全部減完，畢竟呢個世界上有幾多個凡人可以真正做到4大皆空，全部減完。但只要佢肯開始去減，肯去面對自己個過錯，呢個已經足夠啦。各位，我哋今日花咗咁長篇幅睇完咗佢呢一生嘅高低起伏，佢呢一生有輝煌嘅功績，亦有難以磨滅嘅過錯，有欠下嘅沉重情債，亦有晚年嘅大徹大悟。平情而論，佢絕對唔係一個十惡不赦嘅壞人，佢同你我一樣，只係一個充滿弱點嘅普通人，只係因為佢係大明星，佢嘅選擇被放大咗，佢都係用緊自己一生嘅血淚教訓，慢慢去明白到底呢個世界上面
咩先至係真正值得珍惜嘅嘢？佛家成日講菩薩為因，眾生為果。菩薩喺種下任何一個因之前，就已經憑住智慧預示到將來會結出咩惡果，所以佢哋行事極之謹慎，絕對唔敢輕易種下任何壞嘅因。但係我哋絕大多數嘅凡夫俗子都係屬於愚痴嘅眾生，我哋永遠都係要等到惡果降臨喺自己身上，痛到入心入肺嗰陣，先至識得驚，先至識得後悔。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完今日呢條片之後，可以有所啟發。由今日開始，我哋去種下一個好嘅因，唔應該只係因為害怕將來會遭受惡果嘅報應，而係因為你身邊一直默默支持你嘅親人朋友，佢哋絕對值得你為佢哋種下一個善良嘅因。呢個世界到頭來真正屬於你嘅，唔係銀行戶口入面嗰堆數字。佢早就講過，百年歸老之後，所有財產全數捐出，1蚊都唔帶走，亦都唔係外界賦予你嘅虛名。佢自嘲過，喺大自然面前，你算老幾？你根本咩都唔係，更加唔係你以為可以用錢買得返嘅健康身體。佢形容自己患病嘅身體硬件壞咗，就當係返廠維修一下咯，整唔好都冇計。當呢啲所有嘅外在嘢都剝落之後，你人生剩低嘅就只係嗰啲你曾經深深虧欠過嘅人，同埋嗰啲人最終會選擇用咩方式嚟回應你當年嘅虧欠。2025年時光荏苒，大女李斯終於披上婚紗，步入人生新階段。30年前嗰個要孤零零坐喺電視機前面，先知道父母已經勞燕分飛嘅可憐女仔，30年後佢大方咁邀請親生老豆出席佢嘅婚禮。席間老豆豪氣咁送咗一架名車俾佢做嫁妝，仲笑笑口咁同個女講，希望你遲啲考到牌，早啲揸車嚟接老豆去兜風啦。嗰日場面溫馨感人，冇任何人再提起當年嘅恩恩怨怨，唔係因為大家已經失憶忘記咗，而係因為大家終於學識咗真正嘅放下。細妹李胎蜜長大後亦都成為咗一個專業嘅眼科醫生。有一次佢特登安排老豆坐喺診所嘅診療椅上面，乖乖地配合佢做眼部檢查。事後佢喺網上放咗張相，寫咗一句簡簡單單嘅說話，兒女嘅話老豆點都要聽訂啦，就係呢一句睇落輕描淡寫帶點撒嬌嘅說話，但係熟知佢哋家族歷史嘅人睇到，心入面都會忍唔住抽搐一下。當年嗰個因為父母離異要焗住喺美國阿婆間地下室度過童年嘅細路女，依家大個女啦，仲識得用自己嘅專業親自替老豆檢查漸漸老去嘅雙眼。仲有個細女，有一次佢哋一齊去上冥想課，導師叫大家合埋雙眼，大聲講出心入面最深愛嘅嗰個人。個細女毫不猶豫咁講出咗老豆個名，佢話我好希望可以更加愛我嘅父親，更加深入咁去了解佢嘅內心世界。佢喺旁邊聽到個女呢番深情嘅表白之後，眼眶泛紅咁講，呢種咁感人嘅橋段，我以前以為只會喺我拍嘅煽情電影入面先會出現，冇諗過會發生喺自己身上。一個喺熒光幕上演足大半世人鐵血英雄嘅男人，佢呢一生人覺得最溫暖最感動嘅瞬間，原來唔係喺荷里活嘅片場入面受到萬人景仰，亦唔係企喺國際影展嘅頒獎台上面高舉獎座，而係親耳聽到自己個女講一句佢希望可以更加愛佢。各位，呢3個女仔嘅童年無可否認都存在住一個巨大嘅感情缺口，而嗰個缺口正正就係佢當年因為自私同執念而一手造成嘅。但係令人欣慰嘅係，呢幾個女仔長大成人之後，並冇選擇用怨恨去報復呢個世界，佢哋選擇咗用寬容去原諒一個曾經犯錯嘅老豆。因果嘅齒輪轉到最後，原來並唔一定只有血淋淋嘅懲罰同報應，佢亦都可以化作一股原諒同救贖嘅力量。返去睇趙阿姨，
當年嗰句說話，有一樣嘢我攔唔住，嗰樣連半仙都攔唔住嘅嘢，原來唔係肉體上嘅病痛，唔係命中注定嘅無子斷後，亦唔係命格上面一早寫好晒嘅窮通禍福。佢真正攔唔住嘅係難以捉摸嘅人心，係嗰啲曾經被你深深虧欠過、傷害過嘅人，最終會選擇用慈悲定係怨恨去回應你當年種下嘅惡因。呢一點係世界上任何一個道行幾高深嘅風水大師、算命高人都無法準確預測嘅，亦都冇任何法術可以替你擋得住。佢而家已經將生死睇得好淡，佢公開講過自己嘅遺願係將來走咗之後唔好立碑，唔好搞咩大型喪事，無論係樹葬定係海葬，佢都覺得無所謂，因為所有嘅身後儀式做場大龍鳳都只不過係做俾生勾勾嘅活人睇嘅啫。佢依家最在意嘅係趁住自己仲有一口氣，仲識得講嘢嘅時候，將心入面想講嘅協議、想交代嘅說話清清楚楚咁同身邊嘅人講明白。一個人用盡自己半生嘅光陰去學習點樣放下名利，但去到人生最後一程，往往最放唔低嘅已經唔再係當初苦苦追求嘅功名利祿，亦唔係銀行戶口入面嘅天文數字，而係嗰啲佢曾經辜負過、虧欠過嘅親人，到底有冇喺心底裏真正原諒過佢？睇到呢度，大家不妨靜心諗一諗，你身邊有冇一個咁樣被你忽略或者傷害過嘅人？又或者你自己心入面有冇一句道歉、一句多謝或者一句我愛你，遲遲都仲未鼓起勇氣，未嚟得及同對方講出口？如果今日呢一集節目，呢個充滿血肉嘅真實故事能夠觸動到你心入面嘅某個角落，令你有所感觸嘅話，我懇請你喺下面嘅留言區打低4個字：因果不虛。等你嘅留言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有緣人睇到呢個故事，亦都當係提醒自己、提醒大家，趁一切都仲嚟得及嘅時候，善待身邊愛你嘅人，因為善待佢哋其實就等於為自己種下一個善因，善待自己將來嘅晚年。我哋下集節目再同大家慢慢傾。以下為節目嘅延伸思考與哲學深度解釋。講完佢呢一生嘅故事，我諗有唔少朋友心入面都會有一陣唏噓。其實命運呢2個字，我哋廣東人成日掛喺嘴邊，話生死有命，富貴由天。但我研究哲學同命理咁多年，我越嚟越發覺，天命雖然有定數，但人事嘅變數往往先至係決定一個人最終結局嘅關鍵。我哋不妨再深入少少，用佛學同道家嘅智慧去拆解一下佢呢大半生人所經歷嘅種種劫難同埋領悟。首先我哋講下執念。喺佛家嘅教義入面，人生8苦，其中一樣最難捱嘅就係求不得苦。佢年輕嘅時候喺體制入面覺得懷才不遇，每日賺嗰3蚊雞，睇住人哋香港演員日進鬥金，嗰種落差感其實就係一種求不得嘅苦。後來佢遇到趙阿姨，趙阿姨幫佢點出一條明路，佢終於飛黃騰達，但係財富同名利填補唔到佢心入面另一個求不得。佢遇到利智，嗰種所謂血液沸騰嘅感覺，令佢覺得自己終於中到生命中嘅真愛。為咗呢份愛，佢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犧牲咗前妻黃秋燕同2個女嘅幸福。呢種極端嘅狂熱喺世俗眼光睇嚟可能好偉大、好浪漫，但喺修行人嘅眼光睇嚟，呢個正正就係最深重嘅執念。執念嘅可怕之處在於佢會蒙蔽一個人嘅雙眼，令佢睇唔到自己行為對其他人造成嘅傷害。佢當年為咗利智還債，不眠不休咁拍戲，甚至將成副身家交出嚟。表面上睇佢係一個有情有義嘅絕世好男人，但同一時間佢對前妻同大女、2女嘅冷漠同缺席，又顯得佢係一個極度自私無情嘅人。呢一種極端嘅矛盾，其實就係人性嘅真實寫照。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同時住住一個佛同一個魔，當執念生起嘅時候，魔就會佔據上風。結果呢，
佢用盡心力去追求嘅完美愛情，最終換嚟嘅係自己身體嘅嚴重透支。甲狀腺亢進呢個病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好多時都同長期嘅情緒壓抑、壓力過大、心火太盛有關。佢為咗愛情同事業燃燒自己，最終呢把火燒返去自己嘅身度，令佢提早衰老、武功盡廢。呢個就係道家所講嘅物極必反。當你將某一樣嘢推到去極致，超越咗自然嘅平衡，反作用力就會毫不留情咁反噬落你身上。跟住我哋再講下放下。好多人以為放下就係乜都唔理，遁入空門。但佢嘅故事話俾我哋聽，真正嘅放下係需要極大嘅勇氣同埋實際行動嘅。佢經歷過南亞大海嘯，喺生死邊緣徘徊過，先至驚覺大自然嘅力量面前，自己嘅名利同功夫根本微不足道。嗰一刻嘅頓悟，促使佢創立咗一基金。佢開始將自己嘅時間、金錢同影響力回饋俾社會。呢個係佢做減法嘅第一步。佢減去咗對個人財富嘅貪念，減去咗對虛名嘅執住。汶川地震嗰年，佢推晒所有千萬片酬嘅大戲，親身去災區救人，受到滿頭白髮。呢一種無私嘅付出，其實就係一種自我救贖。佢喺銀幕上打死無數壞人，但喺現實中佢選擇去救人。但係要放下對親人嘅虧欠，遠遠比捐錢做善事困難得多。捐錢你只要簽張支票就可以，但要修補一段破裂嘅父女關係，你需要嘅時間、耐性同埋真正放低身段去道歉。佢大女同佢講嗰句：你以為修行多年就冇驕傲咩？你仲係非常自我中心。呢句話相信比任何一個武林高手嘅重拳打得更加硬、更加痛。因為呢句話直接戳破咗佢多年嚟用慈善同學佛包裝出嚟嘅覺悟者外衣。佢終於明白，原來自己喺最親嘅人面前依然係一個滿身缺點嘅凡人。所以佢晚年嘅轉變更加令人動容。佢唔再強求外界嘅認同，反而將重心放返去屋企人身上。佢送車俾大女做嫁妝，乖乖地坐定定，俾二女做眼科檢查，甚至感動於細女講一句，想更加愛佢。呢啲睇落微不足道嘅日常瑣事，其實先至係人生最真實、最溫暖嘅底色。佢終於由一個高高在上嘅功夫皇帝，變返做一個有血有肉、識得笑、識得喊、識得認錯嘅老豆。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深嘅哲學概念，叫做共業同別業。喺佢嘅故事入面，佢同前妻黃秋燕、利智4個女，其實就係交織住一個複雜嘅共業網絡。每個人嘅選擇都會互相影響、互相牽連。佢當年一個離家出走嘅決定，改變咗黃秋燕嘅半生軌跡，亦都令2個女嘅童年蒙上陰影。但同時呢種磨難，亦都成就咗今日大女同二女嘅堅強同獨立。因果嘅奇妙之處，在於佢唔係一條單向嘅直線，而係一個生生不息嘅循環。當大女喺婚禮上對佢展露笑容嗰一刻，當二女溫柔咁幫佢檢查眼睛嗰一刻，呢個原本充滿傷痛嘅惡因，終於喺時間嘅沉澱同愛嘅包容之下，轉化成為咗一個善果。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小自己每一個微小嘅決定。你今日對屋企人發嘅一次脾氣，可能就會成為日後一道難以磨滅嘅裂痕。而你今日一句簡單嘅關心同問候，亦都有可能成為日後拯救彼此靈魂嘅一根救命稻草。趙阿姨當年睇到嘅係佢命運嘅底色，但最終畫出點樣嘅圖畫，用咩顏色去點綴，完全取決於佢自己手上面支筆。命運俾咗佢一副爛牌同一副靚牌交替嘅人生。佢曾經打錯過好多次，輸得焦頭爛額，但去到最後一局，佢終於學識咗點樣去打好手上僅餘嘅牌。總括嚟講，呢位曾經令無數人瘋狂嘅巨星，
用佢大起大落嘅大半生，為我哋演繹咗一部比任何電影都要精彩、都要深刻嘅人生紀錄片。佢嘅故事唔係用嚟俾我哋做食飽飯後嘅八卦談資，而係一塊明鏡，等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喺裏面照見自己心入面嘅執念、恐懼同埋潛藏嘅善良。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都可以靜心反思一下自己嘅人生軌跡。你有冇一啲一直想做但未做嘅善事？有冇一啲一直想解但未解嘅心結？記住，時間真係唔等人的，因果報應，如影隨形。由今日開始，學識放低執着，珍惜眼前人，多啲行善積德。因為你今日所種下嘅每一粒種子，最終都會喺你未來嘅人生路上面開出屬於你自己嘅花。好啦，今日嘅分享就真係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集節目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記得喺下面留言因果不虛，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朋好友睇下。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集再會。